然后灵啊我在，跟很多的灵在一起。是刚刚那首歌所有的三声音的衬词，所以每3个音就可以说一句话的意思。所以每一句都是天地人我的概念，所以串起来变成一首歌的时候，就可想而知，它不是只是在唱歌，而是在说什么？说灵跟灵之间的互动关系，或者是灵跟灵之间的空间关系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凤祖林之名哈，真的是经典。而且它是每一句都是开不同的灵的场域的门，你没有这样子过去，这个没有堆砌出来的这样过去，你是不可能从你的灵魂唱过去那个人的灵，或者那个声音，或者你要互动的灵，过不去，绝对过不去。所以声音跟歌词结合，再加上舞动的话会更清楚。我今天就不讲舞蹈，所以这个东西，请大家好好咀嚼一下。这么短的时间要你们懂也很难，可是回去可以知道它有那么一回事。忘记再来找我。好，再来。好，就是这样。其实我的结论很简单，海洋吼海洋其实讲的是呈现天地人的空间感，还有它是一种灵域里面怎么样？很时髦的一句话，韵而未化的语言，它比人间的语言还更早，是混沌空间、灵的空间的说话的语汇。我不晓得大家能够理解吗？所以以后吼海洋不要再说无意的虚词，我都把它翻成衬出天地人空间的灵跟灵互动的衬词。衬词，我不太懂中国字啦，可是我要漏等这样子讲也很难，所以就用衬词2个字。我绝对不再容许自己说我们唱这个是无意的虚词，或者是生词，或者是母音唱法而已。其实不要那样说，那样说没有文化，尤其花莲人。人家这次那个海外的来，人家阿罗哈，你一定要给我吼海洋哈。对。那我们唱那个，我们说阿罗哈也要叫他们讲吼海洋，这样才有交流的意义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一来就被人家指名为满地都是阿罗哈，不对。交流还是要互相学习，然后互相看见灵跟灵的交换的能量的感觉，这才是交流的。对，不需花钱花精力来灵跟灵的相会，可能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以上。什么？这个好，最后一句，请大家一起念：萨嘎人们吉达，源自灵域，我们共享的福分。这个要翻译真的很难的，阿美族。可是要有文化的翻译，你就必须好好的讲。这个字根叫人们，叫做梦，可供我们一起有的梦。对，梦对我们来讲是灵跟灵相会的很重要的场域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听到的，我从老人那边听到的，可以是这样的一个萨嘎拉玛蒂达，源自灵域，我们可以共享的福分。对，好，其实讲完了，还有什么？